各位同學，我哋今日溫習一下實用文評論嘅體例格式。首先，評論嚟講呢，其實佢分4個部分。大家同學要留意啦，基本上呢，評論嘅格式呢，同呢一個專題文章嘅格式呢，基本上係差唔多嘅。嚴格嚟講呢，冇乜分別嘅。咁而引論、本論同埋結論呢，就係其他所有嘅實用文體其實必須要有嘅。呢個引論呢，其實就等於我哋咧平時其他嘅專題文章啊、實用文啊入面嘅引言。咁呢個本論呢，就係包含咗基本上有2個重點啦。跟住結論，呢個呢就引言。好啦，咁講一講標題啦。標題呢其實冇乜特別嘅，我哋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咧去諗嘅。我哋只係諗一個標題呢，即係簡單嘅標題嚟到概括喺呢一篇文章入面包含嘅事件啊、人物，咁基本上就足夠㗎啦。咁但係留意呢，就係話呢個標題呢必須要置中嘅，一定要喺中間㗎。好啦，第二就係引論啦，即係我哋所講嘅引言啦。咁引言嚟講呢，一般嚟講啦，就包含幾樣嘢嘅，一定會有呢，就係背景，再加目的。你寫呢一篇咁嘅評論，其實有咩作用呢？咁仲有你嘅基本嘅立場呢，亦都要喺呢個引言入面見到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我哋評論嘅第一段嘅寫法。咁我睇一個例子啦。譬如話啦，近年香城嘅吸煙情況日趨嚴峻。呢個呢就係個背景資料啦。咁所以政府呢就做咗好多嘅措施，咁但係成效就一般。咁所以啦，呢篇文章呢寫出嚟呢，其實就係反映出呢，就係呢句啦，反映出吸煙措施仍有不少改進空間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嗰個撰文目的啦，即係話我哋有地方呢需要改善嘅。咁藉住呢個評論呢，跟住就提出一啲改善建議啦。咁所以大家同學留意啦。咁一般嘅引言嚟講就包含呢3樣嘢啦。背景係第一啦，仲有啦，目前個情況啊、施行嘅措施啦。第3就係個目的，咁包含呢3樣嘢嘅。好啦，咁至於個結論啦，結論嘅寫法呢，通常就分開2個部分就可以㗎啦。所有嘅實用文嚟講啊，其實個結論呢大致上係相同嘅，可能只係喺最後呢多少少嘢嘅啫。咁我哋睇呢個評論啦嘅結論啦。首先就係大概用2至3句説話啦，就去總結翻上文嘅2個重點。總括而言，在香城政府近年積極嘅推動下，禁煙措施已見一定嘅成效，咁但係仍然有唔少嘅改善空間。咁呢個就總結翻上文啦。咁最後啦，我哋就要呼應翻個語境啦。個語境譬如話啦，其實我哋寫呢篇文章究竟想達至一個咩效果呢？就係話希望政府能夠針對漏洞嚟到再改善啦，幫助市民戒煙，建造一個健康嘅城市。呢個就係我哋成篇文章最後要達到嘅嘢啊嘛。希望建造一個健康嘅城市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語境。喺第一段嚟講啊，引言入面啊，其實亦都有隱約我哋見到有呢一樣嘢喺度噶嘛。咁我哋今日嘅溫習就到呢度為止啦。